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1月5号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了上帝的圣名。我们要读以西结书20章1到49节。现在读今天的金句：当我以行动来维护自己荣誉的时候，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上主，因为我不按着你们邪恶和败坏的行为所应得的来惩罚你们。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以西结书20章44节。20章在描述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先知陈述以色列人过去的罪恶，但应许要使他们回到故土。另外也用树林被焚毁的比喻来述说他们的未来。2021年的9月9号，世界日报报道加州与内华达州边界近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大规模的森林野火，燃烧了好多的这些人的财产。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这个地方在2030年之后可能就不必再受到苦于森林野火的侵袭，但是它的理由却是到那个时候烧到没有树木可以烧了。我们来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加州干旱频传，野火猖狂呢？是因为这地背离上帝的心意，罪恶充满，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我们知道他在2012年左右，他甚至要立法禁止教会，如果你讨论性纯洁，或者是想要改变同性倾向的内容，将变为违法行为。法规定义下，甚至在加州出售圣经都是违法禁品。曾几何时，我们在想说，美国是以基督信仰立国，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却与上帝的真理背道而驰。不知道是否上帝借着每年的大火，在提醒人从罪恶当中向神回转。当我看到今天的经文20章45到49节，有一个有关火的比喻，当中南方田野的树林应该是指南国犹大。在以西结的时代，南国犹大有很多的树木，而比喻中其实这青树和枯树则分别在指犹大国中的义人和恶人。他借着先知透过这样的比喻指出，不论是义人或是恶人，都要面对无情的审判。你知道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不熄灭的火。多年来，以色列人在应许地仍然照他们列祖所行的恶行来玷污自己，甚至他们奉上供物，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祭，活活的烧死，就好像圣经所讲的是儿女经火。这一切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呢，上帝要先知向这些长老们重述他们过去的历史，叫长老们看到自己的顽梗和悖逆。以色列人曾经因不听从上帝的劝诫，在最终跌倒失败了，以至于他们要面临被分散到列国的恶果。然而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呢，反倒顾念犹大国。虽然上帝容许以色列百姓被分散，但他应许最终会重新聚集他真正属于他的子民，
悦纳他们的献祭，使列国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神圣。上帝这样做是要百姓认清一点，若他们继续陷在罪中，便将要面对不能挽回的结果。上帝期待这警告会使百姓再次醒觉过来，心存悔意，然后才可以回到上帝的圣山锡安山来敬拜侍奉上帝，并且能够献上供物和土产。上帝借着先知传达给人民说，当我以行动来维护自己荣誉的时候，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上主，因为我不按着你们邪恶和败坏的行为所应得的来惩罚你们。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宣布，真的看到上帝的慈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昔日上帝借着先知劝诫百姓，我们现今的世代，上帝也留下他的启示话语，就是圣经，叫我们这世代的人可以知道他的心意。我们信靠他，才能活在他的带领之下，走在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恩典道路。弟兄姐妹，你有多珍惜和重视上帝给你的启示，就是圣经呢？还是摆在那边好看？你是用什么心态来读上帝的话语呢？而读完之后，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话呢？我们来默想，当你从上帝话语的启示当中发现自己的生活如果正背离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会怎样改变？你会怎样调整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因着你的救赎，彰显上帝永恒的慈爱，他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不按着你们邪恶和败坏的行为所应得的来惩罚你们。这是上帝的慈爱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真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柔软悔改的心，并帮助我们除去不愿意悔改的灵，好使我们对上帝的恩慈和管教能有及时的正面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好评，也订阅来聆听。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